这个病毒，大家嘛加强居家的摒扫甲消毒。但是这个清洁消毒是有撇步的哦。若是方式唔对，唔来做白工无打紧，阁会卡愈侪细菌。来看咱这个报道。 这7个险嘛7个，防范武汉肺炎，民众加强居家卫生摒扫。不过摒扫下文大，若是做无正确的，是袂流汗的，可能阁达袂到清洁的效果。一简单的切刀啊，大家倒步体的凊彩切，这就是错误。安尼乱切，若是无切清气，还阁甲细菌切到到处拢是。你随便这样擦，就是把沾的东西就是向左向右。安怎切才有效果呢？咱请专业的清洁人员来示范。 由上而下，由下而上，这样子。若是要加强清洁，真侪人会用清洁剂，不过像安尼喷伫物体顶面嘛唔对。专家讲，清洁剂就爱喷伫布啊顶面。那吸水下去，它抹一擦的话，老实讲，对你细菌的一些我们的消毒杀菌才达到那个效果。 讲到清洁剂，真侪人感觉酒精会当消毒，直接摕酒精到处喷。清洁专家提醒，酒精不是万能。漂白水的话，它就是适合在擦在地板的。酒精的话，它本身就是这种杀菌的功能，你就可以喷到我们的身体。另外，摒扫月经的时阵，正确的方法是要用这冷水加清洁剂来清洗，而且还要注意摒扫用具的清洁，亲像桌布。 布褥啊，也有脏清啊，拢爱定时清洁，甲经常换掉。若无这长期使用，内面有藏细菌，等到会愈清愈垃圾。